后来，这个5月初1，劳动节3天的连假，嘛将做疫情另外一项的挑战。就惊景点会出现着大量的人潮，交通部利用高速公路1968系统，加上人潮定号的警讯，要提供予民众来参考。其中，嘉义市美岛夜市啊，嘛互列入着警示的热点。问题是，这个夜市啊，总是休市哦。但是，这个1968 App 却来显示讲，暗时9点到11点半，人群小可有较多。嘉义市长黄敏惠伫台南市长黄伟綽了后，嘛来呛中央，讲这套 App 实在是有够无准。也是阿飘多还是人比较多？针对交通部警示热点 APP， 台南市长伟綽炮轰了后，嘉义市长黄敏惠嘛开炮。见鬼了吗？是呢。就因为这套人潮警示 APP 内面，嘉义的美罗夜市嘛伫内面4月28的资讯，暗时9点到11点半，人未少，嘛互人讲起。昨天晚上，弥陀夜市完全没有营业。另外，嘛伫一点名单的文化夜市附近的东市场，嘛伫名单内当地居民上无。很少人会来这边啊，只是民生需求的一个市场而已，应该还没有到所谓有什么观光景点。无游客无算景点，嘛伫名单内东市场摊上真无奈。已经没生意了，再点评下去，我们生意会更惨。也有业者表示讲，点会清明连假，就因为文化路列入警示景点，人潮只剩1、2成，担心这次5月初连假，佮因为这人潮警示 APP 生意恐惊无通做。